我们觉得后宫当。 绝不能让皇上和议政会议冲突加剧，更不能让家丑外扬，给反清势力以机会。本王有个提议，不知各位大人能否赞同？哼，敖大人是一员虎将、猛将，怎么突然变成智多星了？敖大人有何灵丹妙药？说出来给大家听听。 本官提议，先将旗印交给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何时将旗印交给皇上，就由太后娘娘来定夺。议政会议和旗印从此再无干系。敖大人这个提议或许有些道理，似乎倒也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最起码，皇帝和议政会议的冲突有了可以转圜的余地。 太后娘娘，臣等对太后的忠诚信任，苍天可见。但兹事体大，倘若采取敖大人的提议，等于是改变了祖制，放弃了议政会议的权利。而鳌拜将这么大一个难题压在太后娘娘的身上，也是大为不妥的。臣附议。 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迎亲王，就差你一人没说了。本王真是为难啊！照说，本王应该与议政会议的多数人保持一致。 但是本王觉得，敖大人的提议，恐怕是暂缓眼前危机的唯一办法。所以本王决定附敖大人之意。太后娘娘，我们议政会议8位大臣有6位反对鳌拜的提议，已占绝大多数。臣恳请太后娘娘。 识破鳌拜包藏祸心之意。鳌拜是否包藏祸心，恐怕不需要简亲王指点哀家吧。洪师傅，朕现在很担心慈宁宫那边的情形。议政会议那帮大臣一定把皇额娘逼得很紧，朕想过去帮帮她。朕从小就最痛恨朝中有些敢对皇额娘不敬、欺负皇额娘的人。 皇上因为孝顺之心，所以焦躁不安。老臣认为，现如今满朝文武无人敢挑战太后娘娘的权威。议政会议也必须尊重太后。那些议政大臣想斗过太后娘娘，老臣看胜算不大呀。简亲王。 各位大人，本官和你们的立场有异，本官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本官绝不是一时冲动才提出此意，故此绝不撤回奏请。对不住各位大人了。敖大人此举
是否意味着同议政会议和各位王公重臣决裂呢？本官不想和各位王公重臣决裂，相反，本官期望大家应该像英亲王一样，认识到本官奏议的意义，平息现在迫在眉睫的朝廷危机啊！敖大人，你还期望我们大家都赞同你这不妥之意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6位议政大臣的立场十分坚决，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太后娘娘，臣看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在意了。议政会议已经有2票同意交出旗印，若其他议政大臣拒不交出旗印，皇上和太后娘娘可以强行下旨，令议政会议交出旗印。鳌拜，你想引起8旗内乱吗？大清的江山可是8旗王公和皇室共同打下来的，逼急了，8旗王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不测。简亲王，你这话充满了杀气啊！本官也表个态，如果谁敢动兵犯上，正红旗旗主兼9门提督鳌拜，将誓死保卫皇上和太后娘娘，必诛之。好了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本王也表个态。镶白旗旗主苏克萨哈愿与敖大人一起誓死护主。哎呀，这都说到哪里去了？大家都是为了大清江山的安定，议的无非就是交旗印的日子嘛，怎么就说到动兵上面去了啊？本官还要表个态，如果议政会议6位大臣拒绝交出旗印，日后不管皇上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，本官也要站在皇上一边。本王既然已负敖大人之意，就不能让敖大人一个人承担。英亲王苏克萨哈愿与敖大人一起共进退。敖大人和英亲王的忠诚勇敢，令哀家十分感动。哀家并没有想到2位大人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深透，态度如此坚决。2位既然不做任何退让，那现在哀家就请6位议政大臣做个选择：是坚持不交旗印呢，还是赞同2位大人的意思，先将旗印交予哀家保管？臣济尔哈朗愿将旗印交予太后娘娘。臣等愿将旗印交予太后娘娘。启禀万岁爷！起来吧。谢万岁爷。赶紧告诉朕，慈宁宫那边什么情形？皇额娘和议政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？慈宁宫的情形不错，议政会议决定先将旗印交给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愿意什么时候交给万岁爷，就什么时候交给万岁爷。废妃之事也暂且不提。太好了，洪师傅，这可是大好的消息啊！现在旗印在皇娘手里，这与在朕的手里已经毫无区别。皇上，区别还是有的。不过大的冲突已经平息，迫在眉睫的危险已经解除了。皇上应该赶快去慈宁宫谢恩呢。走。儿子没有想到，皇娘竟然得到了如此结果，竟让议政会议乖乖交出了旗印。儿子多谢皇额娘。议政会议并没有将旗印交给皇帝。皇帝谢额娘什么？现在旗印在皇额娘的手里，那不就等于在儿子的手里吗？皇帝可别这么想。议政会议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是非常不易的，也是有条件的。议政会议并非不提废妃的事了，只是这件事滞后，托额娘代管旗印。皇娘，现在儿子正在加紧追查毒害3阿哥一案，儿子会尽快查清，还德妃清白。
读本之案自然要尽快查明。但议政会议请求皇帝废除德妃，同3阿哥之案并无关系。皇帝，你不要指望在查破此案之后，额娘就会将旗印交出来。儿子不急，只要旗印不在议政会议的手里，儿子心里就踏实了。奴才给德妃娘娘请安。柳公公免礼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刚才刘公公派人来传话，说议政会议已经将旗印交给太后娘娘了。什么？真的？刘公公说，皇上请娘娘放心、宽心，皇上晚上会来看望娘娘。扣扣，英格尔，听到了吗？这议政会议交旗印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好消息啊！这可真是太好了，娘娘。皇上和议政会议一场没结再破的冲突就这么化解了。哇！英统领大人，这有外人在的时候，还是不要用成语了吧？这，本统领是高兴，本统领一高兴啊，就爱用成语。奴才没有打搅娘娘同英统领谈事吧？柳公公，你是钟粹宫的主管公公，我们也不打算瞒你。娘娘打算亲审此案，找出下毒之人。娘娘要亲审此案，这太好了！娘娘最熟知钟粹宫下人们的状况，一定可以找到可疑之人。有什么需要奴才去做的，娘娘尽管吩咐。柳公公，你先下去吧，有什么事情我们会传公公的。这。议政会议交旗印了，这旗印交到皇额娘的手里，小婉真心为皇上高兴。是，这的确是个好消息。不过旗印在皇额娘手里，皇额娘并没有告诉朕何时才能将旗印交给朕。小婉倒觉得，只要皇上能够顺着皇额娘，没有什么太让皇额娘不满意的举动，这不出2、3个月，皇额娘一定会把旗印交还给皇上的。好，朕就信你的，朕就耐心的等上2、3个月。小婉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朕便歇在你这里了。不行啊，皇上，小婉的罪名还没洗清，要是让皇额娘知道皇上歇驾在钟粹宫，皇额娘一定会极为不满的。小婉，朕告诉你，其实皇额娘到后来自己都不相信是你下的毒。还有，旗印之事你也看到了，关键时刻皇额娘还是会帮朕的，因此朕歇驾钟粹宫，皇额娘不会生气的。可是皇上……别说了，那日啊，你与朕大吵大闹，非逼着朕废掉你的妃位，朕在情绪已经失控的情况下，骂了你，甚至还动手打了你。朕后来想想，真是后悔。朕今天就向你赔礼道歉。不，皇上千万不要这样说。那天的事，小婉是故意用话来激怒皇上。倘若小婉说这么重的话，皇上都没有动气，那才说明皇上对小婉没有情呢。要说道歉，应该是小婉向皇上道歉才对。行，那我们都免了。皇畅公子，感谢小婉姑娘的宽宏大量。小婉姑娘有所不知，看你突然晕倒的时候，皇畅皇公子心里面万分的伤心，万分的痛苦，因此今夜皇公子必须要住在这里，好弥补之前对小婉姑娘的粗暴。
海上明月共潮生，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鱼鸣？江流婉转绕芳甸，月照华丽皆似霰，空里流霜不觉飞。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古月轮。那好吧，小婉看在万岁爷无比真诚的份上，那小婉就恩准万岁爷歇在这钟粹宫了。好。其实小婉心里也想皇上歇在这儿。江月年年只相思，不知江月待何人。今天是董小婉第7次服用解药，极有可能她已经怀上了顺治帝的龙种。这那奇现在做的衣服是越来越好看了啊！那是因为主子啊天生丽质，穿什么都好看，无人能比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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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，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有件急事。珠儿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是。妹妹，坐下说话。贤妃妹妹，什么事让你急成这样？不会是那董小婉自杀了吧？姐姐，出怪事了。这是今天灵儿让进士房的小五子给我们递出来的字条。姐姐，你看。无机会，不知谁所为。这灵儿的意思是，董小婉那诗本不是她下的毒。对，许是那日下午人多，灵儿并未找到机会动手，可是那诗本还是进了毒药。姐姐说这事儿该有多古怪、多吓人呢？灵儿为什么这么久才传消息出来？诗本案之后，钟粹宫察管极严。灵儿并无机会传出消息。那灵儿有没有给小五子留什么话呀？没有。今天上午，小五子随进士房的几个太监去钟粹宫运垃圾，灵儿便将此字条偷给了他。当时可能有旁人在，灵儿一句话都不敢说。那可真是怪吓人的，谁干的呀？除了静妃之外，还能有谁？姐姐，
你是怀疑这个毒案是静妃主使的，而且她也安排了人在钟粹宫。在这个后宫，对董小宛恨之入骨的，除了本宫，那就是静妃索尔娜了。可是姐姐，这个索尔娜已是失势之人，她不可能东山再起，也不可能再争后位。她犯得上冒这么大的危险去对付董小宛吗？你知道，这回让本宫最震惊的是什么吗？蝴蝶、诗本，我2次下手，可2次都被人抢先下了手。妹妹，快坐。董姐姐，妹妹好多天都没来看你，真是想死你了。姐姐也很想妹妹呀。董姐姐，妹妹不相信姐姐会做出这种事。姐姐的冤情总有一天会洗清的。姐姐现在可以断定，这毒诗本一案，就是钟粹宫的某个下人受了其他嫔妃的指使干的。所以，姐姐现在正在尽力查找这个下毒之人。这段时日，妹妹日夜担心姐姐，生怕姐姐承受不住这么大的重击。如今看到姐姐的状态甚佳，那妹妹也就安心多了。妹妹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段日子姐姐被逼成什么样了。要不是因为皇上，姐姐真想逃出宫去，或者一死了之算了。为让皇上废掉我的德妃之位，姐姐千方百计地想办法，还被迫跟皇上大吵一架。没想到，皇上竟然为了此事，急得吐了血痰。姐姐心里真是难受极了。姐姐，你快别难受了，妹妹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心里边也不舒服。妹妹，你可千万别这样，是姐姐不好，咱们不要这样。姐姐曾经想过要逃出宫去，姐姐真的是想要离开皇上吗？姐姐怎么忍心离开皇上呢？姐姐进了皇宫，就是想和皇上同生共死。姐姐有逃出宫去的想法，是为了能让皇上避免与议政会议起冲突。那姐姐可不要再想着出宫的事了。若是姐姐离开皇宫，那皇上可真的是要急疯了。妹妹放心吧，姐姐现在已经没有逃出宫去的想法了。是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在证据确凿之前，索尔娜还不是老鼠，暗查她的侍女太过于麻烦，本宫要直接明访，看她是不是下毒案的主使。待我查实了索尔娜的下毒之罪，必要的时候就把她抛出去。姐姐，索尔娜不是与我们一条线吗？为何现在姐姐还要置她于死地呢？索尔娜怎么可能会与我们一条线一条心呢？董小宛已经是一只死兔子，就算皇上坚决不废妃，她落在皇额娘和咱们的手中，也是生不如死。董小宛完了以后，你说那索尔娜最想报复的人会是谁呢？是我。她和皇额娘的关系非同寻常，这个人还是有分量的。一旦本宫掌握了她的罪证，她就成了本宫的一条狗。我们让她咬谁，她就咬谁。倘若她不乖乖听话，那咱们就把她的罪行禀报给皇额娘。姐姐，妹妹真是对你佩服至极呀！姐姐若坐不上后位，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。哼，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去拜访索尔娜。奴才要是看见有人在诗本上禁毒，定会禀报娘娘。可奴才也没看见啊。那日
你也进过娘娘的书房，还记得那日下午你在书房里待了多长时间吗？英大人已经审过奴才了，奴才在这里大约待了半炷香的时间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皇贵妃娘娘和贤妃光临咸福宫，定是想聊聊董小宛之事吧？是啊，如今这后宫中风起云涌，这董小宛又成了风云的中心。没想到这一回，皇额娘还是没有定德妃的罪，真是太让人扫兴不解了。哼，扫兴不解的岂止这个？听说议政会议已经将两黄旗旗印交给了皇额娘，也就是说，皇上随时可以得到两黄旗旗印，亲掌两黄旗了。姐姐这话可只敢同咱们姐妹说呀。皇上能亲掌两黄旗，那是天大的喜事，怎么能说是扫兴不解呢？本宫就是将你们当姐妹，才敢同你们说这些话。你们自己想想，这皇上要是亲掌了两黄旗，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做的？他即便是要将那个董小宛宠上天，议政大臣也只会敢怒不敢言。那咱们后宫的姐妹，不也只能干瞪眼了吗？姐姐，静妃娘娘这话说的大有道理。听说皇上昨晚又歇驾在钟粹宫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皇上是绝对不会歇驾在咸福宫的。不过你这皇贵妃，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吧？本宫心里可没有什么不是滋味的。皇上要去安抚一下受伤的董小宛，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啊。至于你们所担心的德妃受宠一事，姐妹们怕是多虑了。如今这两黄旗旗印还在皇额娘手上，皇额娘都还没有下旨说三阿哥之案与德妃没有关系，只是查不出另有他人作案，那德妃便还是疑犯。再说了，即使没有三阿哥毒案，皇额娘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汉女妃子的。灵儿，我到南苑不久后，你便来南苑了，你也算待在我身边时间较长的人了。你说说，我对你们不算刻薄吧？娘娘待奴婢们是极好的，娘娘是厚道之极、仁善之极，奴婢们说起娘娘，无一不是感恩戴德呢。可是有些人一边感恩戴德，一边却想要置我于死。
静妃姐姐，您对德妃是痛恨万分，我们也一样。不过现在皇上护着德妃，而且这2日皇上的侍卫统领天天往钟粹宫跑，还嚷嚷着要帮他查出下毒之人。宫中盛传说是那德妃想自己查这案子，皇上也已经同意了。静妃姐姐，我敢断定，这董小宛一定会向皇上反咬我们一口，定会说是你我在陷害他，而皇上呢，说不定会听信他的鬼话。所以我与贤妃今日过来，也想提醒你一番，咱们可别让那德妃给诬陷了。皇贵妃娘娘，这是想暗示本宫什么吧？唉，要说给3阿哥下毒，本宫还真没那么大胆儿。说实话，这德妃也不一定有那么大胆子。不过，本宫怎么看，都像是娘娘您的手笔啊。是想着后宫还有谁能有您这么大的胆量呢？还能有谁比您更怕德妃独宠啊？索尔纳，本宫好心提醒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要说能耐嘛，能做出翩翩蝴蝶一案，你的能耐还小吗？蝴蝶要害的，不过是一个妃子肚子里的格格，与害3阿哥和皇上宠爱的德妃，岂能相提并论？不过本宫好心提醒你，若说起这嫌疑，恐怕如今在皇上那儿，最大的嫌疑还是皇贵妃你呀。灵儿，柳公公让你去我书房拿什么东西？柳公公要奴婢将书房的一把椅子拿出去擦洗，这个柳公公和婉儿姐都可以为奴婢作证。灵儿，这个我可不能给你作证。不错，我是看见你在院子里擦洗那把椅子，可是我并不知道你在娘娘书房里究竟做了些什么。婉儿姐这话何意？难道奴婢还会撒谎？我并没有说你撒谎，只是我不能替你作证。能替你作证的，我想只有柳公公。还有，娘娘如今不仅仅只查那日下午进过书房的人，诗本放在书房里整整3日时间，谁进过书房都要查。灵儿，你现在好好回想一下，那3日时间里，你都进过几次书房啊？娘娘，这个奴婢还得好好回想一下。灵儿，你也不必过于紧张害怕，先坐下回话吧。谢娘娘。说不定有人正是利用了皇上的这种想法，动了心思，想嫁祸于我，来一个一箭。
婉儿、扣扣，你们也在一旁观察着，你们俩觉得谁有嫌疑？娘娘，殷大人，我觉得今日的7人之中，灵儿。公公，明后2日，我想对那日下午没进过我书房的人再进行询问。鳌拜敢在这么大的事情上，冒着跟议政会议决裂的危险，突然转阵，本王非常怀疑，这是太后对鳌拜许了什么大愿。王爷是说，太后想让鳌拜接任首席议政？一定是这样。没有首席议政大位的重诺，鳌拜没有必要冒如此大的风险，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。原来议政会议里有洪承畴一票，在与皇上有关的重大事情上，不能形成全票决议。这好不容易把洪承畴踢出了议政会议，可如今鳌拜居然又变成了洪承畴。那洪承畴是汉人，可他鳌拜是我们大清的大将军、大王爷，这不是自己乱了阵脚吗？本王如今真是恨死这个鳌拜了。王爷，您不会做事鳌拜得逞吧？要对鳌拜动手，必须比行刺洪承畴更要小心10倍。鳌拜武功高强，他身边的侍卫也都个个了得，且从不离鳌拜左右。若要真动起手来，你那18个武士，最少要出动1半。属下明白。王爷，属下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了吗？你现在可以加紧有针对性的训练，不过本王还要再看看鳌拜是否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能重新跟我们议政会议同心同德。目前这几个人当中的柳公公不宜当做嫌犯审问。柳公公是刘公公的人，刘公公绝对不会相信他信任的人会是作案之人。若刘公公禀报太后，太后娘娘定会干预。英格尔，你说的这些，其实我也早就想过了。